食玩假期獨家呈現江湖健，有華哥同 TVB 親自推介，我哋都推出咗江湖健同款行程，想同金庸筆下嘅江湖世界嚟一場邂逅，跟食玩假期江湖健周山5日團，香港直飛周山，全程國際品牌酒店，團費4000都唔使，名額有限，快啲報名啦！暢遊國家5A 級海天佛國普陀山，重本包門票、往返船票、島上交通車同往返索道，一次過參觀普濟寺、法雨寺、惠濟寺，仲有世界最大觀音銅像南海觀音，同埋耗資8億打造嘅佛教聖地觀音法界，瞻仰33米千手觀音，莊嚴宏偉。我哋仲會帶你走入金庸筆下嘅世外桃源桃花島，呢度係黃藥師嘅現實隱居地，有海上仙山、武俠聖境之稱，探索射雕影視城，領略仙境風光，再行訪問 TVB 江湖健取景地，包括有西子風韻、太湖氣魄美譽嘅東錢湖風景區，中國現存最古老私家藏書樓天一閣博物院，仲有寧波8大歷史街區之一嘅南塘老街，感受濃厚江南人民古韻。美食又點會少？品嚐普陀山素齋、寧波傳統名菜火種全雞、漁港風味餐，仲有 TVB 江湖健節目推薦嘅雪菜加燒黃魚、熟醉蝦，食盡當地特色。我哋全程都入住國際品牌酒店，玩得開心，瞓得放心。名額有限，報名要快，快啲打報名熱線或者 WhatsApp 報名啦。去埋我哋網站同各大分行報名都得㗎。記住，旅行跟食玩，全程放心玩。